人体软骨会随着年龄退化，豆豆产生椎间盘高度减少、产生骨刺等现象，造成脊髓和神经根的压迫，这就是脊椎狭窄症，会常常发生在第4节、第5节的腰椎之间。这个脊椎狭窄症大宗是退化性造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外伤造成的，肿瘤造成的，这都是比较少见的。那大部分都是一些退化性造成的。那像这种退化性的脊椎狭窄症它大部分都发生在60岁以上的病人。甚至有些人因为他的工作关系或生活习惯，造成他腰椎提早退化，50几岁病人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过去脊椎狭窄症手术对骨性结构甲软组织破坏较大，手术了后可能会发生腰椎袂稳定的情形，会甲腰椎融合手术进行。也毋过过程当中有伤及神经的风险。即马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就有新式双通道内视镜微创减压手术，会当精准针对神经对的所在减压。过去对于这种狭窄压迫的病人大部分都会做一个骨性的减压就帮他做神经减压。但是在减压过后，病人的脊椎因为这些破坏可能会造成一个不稳定，所以大部分都会做一个减压加上打钉子融合的手术所以病人的腰椎就会有可能2节到3节不等程度的被融合了。那我们这次的手术，我们是不做融合的单纯做精准的治疗，精准把神经压迫的地方做减压没有做到像以前传统那么大范围的破坏所以可以保留它的腰椎的稳定度也不需要做到打钉融合的部分。新式微创减压手术强调更精准，神经受伤风险更较低。减压改善程度较悬，并发症发生率低。不过，一寡医疗耗材要自费5万块到7万块不等，民众会当自行评估。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